那我们待会来学这个经络导引。这三种，我们有定义，对下集曲里面啊，在高度是自然可以挥手比赛，能得到精彩的冠军。因为在挥手比赛的过程中看到所以啊，想怎么做到这个赢立场可以做出来，哦，你受益很多，晚上太死了。那研究用伤害的方式啊，里面它可以分，比如说经络的导引啊。可以的，可以。今天就做两个嘛，就做比较容易绕，就是解压，因为学生也是的，有时候做功课哈。你要照是不是？或者把它正面一点，让你照。正面是可以的，因为面积很大而已。有那个。感恩啊，谢谢。好了。从书里面找。和老前人，辛辛苦苦来台湾开荒播种，传播一贯道。主宰你的观念，到底我们的观念要存什么样的观念？事实上，未到日损，到底我们要损什么？其实就是损我们每一个人无始劫所养成的一种习性跟观念。我们不应该有任何件以我为中心的观念，要怎样把我扫掉，然后从最简单的做起，慢慢的一步一脚印，到达最后，我们能够成就最后最圆满的成就。